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晚嘅日头下日讲讲。听讲啊，日头哥嘅孙呢，做去秘书嘅时间，日头哥大日都看到暗日嘅画面啊，东西搞得唔熟啊，反正敌鬼做师傅一扑就走人啊。还有啊，搞天哦，搞师傅都上擂台咧啊！佢从细哦就蹦牛屎、跳河巴，经过做自由嘅鬼头鬼脑嘅阿公就讲啊，唔呀死好过啊，佢嗌我嚟煮下。到底日頭哥有成功冇啊？今日去談看啊，就知了。叶公子啊，你硕士按多年呢？有件事情哦，你听说要让我听说。除了价钱冇，其他事情想讲。没啦，我想问过有认识较强的精神科的先生冇，我来挂号啦。哇，那个事情按严重，咪都要看精神科医生啊。咁你就我来了，我太个孙的哦，带转撞下落雾来帮我吐啦。好点点，让我老娘孙的带转落屋来啊。你就唔知，我个孙的哦，去学校读吼，係出名嘅搞怪兒童咧，莫看佢3年前天天哦，學校嘅主任啦、先生哦，3怪4怪，都希望佢做嚟轉學揾環境。小心，小學3年生的4年，做得快到哪去呀？哎呀，佢假把咩人講啊？冇想講啦，此處不留爺，只有留爺處啊！轉學要乜嘅飛唔出嚟啊？太無聊，你就搬轉撞下落去。聽阿公阿婆希薄嘅，阿娘就賴到你哦！你頭哥也對人講嘅呀，隔代教養，係你擺麻煩事多嘅呢。真講咧，佢頭一轉來嗬，天一走順哦，就出事情嚟啦。做乜嘅事情啊？佢頭一安步啊，阿記住啊，老外就講，哎呀，阿公阿婆啊，當分樽咧，阿男呢位啊，衰強大面場咧。你屋企係熊咩嘅哦？咁就牙虎娘血嘅啦。當時啊個，官爺南上唔南跑，3日4拜神，算1000里啊。做條咩嘅做盤咩以好啊？好嘛好啊！阿爸講啊，個寵物神行啊，要當多嘅跳蚤，老寵物佢阿衰啊，當我咗呢。既然到4年咧，好好解釋一下呀。孫女啊。阿公老講你阿婆當時咩位哦？佢咩位哦？係假喵，特別細時哦，親手出去，故所講老寵物佢阿衰木哦，冇乜嘅相干。佢4年咧，做得接受一種講法嘛？講究嘅阿老唔講得強啊，我是後人哦，強強我講嘅走體去哦，佢就勉強哦認同嘅講法，但就係只有寵物嘅衛生條件做得，基本上老寵物佢阿衰木冇乜嘅做唔得咧。佢阿娘佢糖油冇啊？糖油嘅啦，結果天早晨哦，我喺佢荒草屁股一掀，喊車，佢見唔見一條，嗶哩吧啦見條，原來係死嘅咧。係啊，佢就前一轉來嘅時間，佢帶一行嘅見唔轉來。係夾嘅寵物咯。係啊，好眼盲看天天哦，其實變面哦，阿哥。我全部都係你啦，你自己講老寵物佢阿衰木我冇乜相關嘅呀。來看哦，你人孫嘅頭腦有問題哦，就條事哦弄本錢嘅啦。係啊，萬一喺我夾過，夾老面上啊，落嚟啊，減少減好啊，夾送佢去學校讀書。張轉落屋就去讀書啊？喲，個小學3年生嘅唔讀書嘅反應啊，快要講出嚟啦。夾送去學校，其他地方考，我廿萬個事情出得很啲咧。日有樣啦，到學校攀好了轉學嘅數學，我轉來學都係盲當豬頭咧。學校嘅學務主任嘛就打電話嚟咧。呢條哥啊，係哦，真係麻煩嚟學校一點冇啊。跟阿孫咧嗬，佢啲阿生意都係營養班啊。阿孫咧有咩出乜嘅事情嚟呀？係哦，啥唔知。跟住體育堂課啊，就上個數學課啊，個數學課嘅先生哦，按講下嘅啦，就係教當當嘢嘅老先生啦，佢已經啊冇乜嘅熱身咧，就等退休嘅啦，佢課本上嘛，佢都講乜嘅呀？我哋就嗰種專門做課本教嗰種先生。係啊，教啊，講下嘅嗬，就啦阿孫咧順便嘅裝修面啊，
讲到都冇水去。可能聽無醫無師的啦。哎呀，佢先生啊，才有看到咧，看到就喊個，喊阿孫嚟講，那個莊小面啊，喊上嚟啊！哎呀，糖豆的含家喊。阿孫咧哦，哎呀，佢咩見白咗啊？講，先生啊，佢係唔自家老見咩水睇去嘅，係唔自家喊。我看下先生哦，我本日都寫好句哦，咩點踢？真唔會啦，我咩人講過嘅，講你阿先生啊，教書經驗當豐富，你阿就等退休天天，而新同學根本都唔會聽。係啊，哎呀，佢哋想啊，要來一個讀書教嘅學生誒，佢想啊，咩幫我看，下人注意，我就唔會俾撈到啦。等下不管你生意做乜事情，我就冇去分佢。有樣，一世人嚟啊嗬，冇學到東西，係自家嘅損失呢。聽聽啊，孫嚟哦，就開始咩鬼咩怪，一下對啲先生哦，哎呦，冇給他批到，一下哦又個卡數應該啊以為冇誒，就採些冇那個紙條啊，帶到先生嘅台灣，先生，繼續照教課本，講教課，冇分佢。看來啊，先生嘅修養真係當好呢。先生修養好，電到阿孫嚟發起嚟啦。樣啊，天天出落隔壁裝小面咯，點解吱吱足足講西話？看來又唔知出乜嘅思路了。天天裝小面咯，就要翻譯咧呢？樣啊，看你哦。係啊，阿孫嚟嚴肅哦，那個八寶座多羅作行。哦，嚇？係啊，揸依個同學嘅係啊，個先生啊完全冇看到啦。家事情全部冇看到，冇看到啦！一出電到啊，阿孫咧那個寫同事，一後啊，有個東西來放的時間，先生同人我去就看到咧。係在。不過先生，總上面早晨是個作者禮拜度啊，要剃頭啦、縫頭嘅。好還告我哦。係啊，聽你個先生哦，就要看見啊。真件破嚟啦！我喺度4年玩搖書啊！咩？杜河今日係禮拜三啦。3年前的學生唔是讀下書。下晝頭唔是上課。係啊，我老記啲學校帶咗烏卡比書包當主以後，我就問佢啊。我講孫咧啊，下晝有乜個家庭作業要寫冇啊？係啊，有乜個功課啊？阿哥。下晝啊，冇乜嘅，就係寫一篇啊短短嘅作文天天。睇起來啊，功課嘅壓力唔會當重哦。係啊，我一聽到我孫咧要寫作文啦，我就安心咧。唔跳嘛嘅喏。你想看啊？個小學3年生嘅學生啊，寫一篇作文，至少要2-3點鐘，我就做嚟利用呢個時間，好好睡覺當主來。有樣啦，人孫咧寫作文哦，你就坐喺你清閒啊。清閒啊，議論啦，冇10分鐘天天。阿哥，我作文寫好咧。我弄怪嘢，10分鐘就寫一篇作文。你唔信啊？唔知搞出嚟檢查？這個真嘅有寫題冇啊？真嘅寫題咧，還寫400多字呢。你話有可能啊？係啊，唔好講可能冇可能啦。你先嚟講啦，你先生出嘅作文題目啊，真係當有創意呢。先生出乜嘅題目啊？係講愛係點點點點點。迄講愛迄點想象七家係乜嘅東西啦？想象。係。一發揮嘅空間動態啊。我說阿孫嘅想法咪同貼咩啦？唔講啦，迄講愛係嘅科學家，迄講愛係嘅醫生，迄講愛係嘅大條家，你寫乜嘅都做得啦。偏偏阿孫嚟講，迄講愛係一條老鼠誒。迄講愛係一條老鼠誒。我知啦。就用人嘅角度來想象出個係一條路處嘅，茫茫嘅啊！乜解茫茫嘅？問題係個作文嘅內容係乜解啊？點樣嘅寫呀？點樣嘅寫啊？節亂來啊！乜解亂來？咁老處嘅講法唔似節咩？我講人家保庇孫咧嗬，迄人演戲嗬，咁怕唔會有趣哦。哎呀，你生嘢條路很樣嘅上呀，關於夾把作啦，我天生很要好好搞嘅。有樣，俺要生年真嘅要好好地搞。係啊，禮拜日我來作嚟看夾來咧。今日來嘅有乜夾來嘅冇？
摸牙来马牙来的啊，牙来点到来马牙哦。啊，阿爸，无听人讲过一句话係，越参加生意的哦，越錢啊。因為講佢有咩人嘅生意呢？你係無幾時期哦，佢都真係無救了。这生意按照上面刻刻，还按照上等去哦。係啊，連生意嘅牙科咧，佢一句話就唔上無相干。用啥抽的你個看天師連續劇。哦，看乜嘅戲啊哈？看戲睇啲啊。哦，歷史劇哦。係啊。看戲就看戲啊！個兩字呀，特別好啲個搭嘴啦。搭嘅嗬，兩啥就捏到了。兩啥有兩個捏到咯？我講來啊，你啊已經10歲了啊！好去地好教好10天天，冇看人啊，康熙啊8歲天天去做皇帝，還賜你隻國教。聽爺孫你樣嚟講嘅呀？阿爸。佢康熙8歲做皇帝，有乜嘅灰唔出嘅啊？佢還沒好得夾把做事事都好。嘿，你看也講得幾清楚誒。康熙啊8歲接位，就因為啊孫子聽做事。你看，我來講句啊，穿水，半日來啊讀到最熟熟嘅。看來啊，人來誒根本唔係人孫嘅對手。你啊兩日嚟啊，我孫啊又是你出師了，有到個明白嘅呀。你又講，王出啦，你嚟講話時節啦，佢就按講，人牙齒碰地板都要搶菜。啊？係啊，我講，孫女啊，好做到水哦，聽我係學教哦。佢就講，阿哥，人家牙齒碰地板要搶菜。係啊，佢婆就是的，很佢放起來可以學教了。阿婆，人牙齒碰到要搶菜。係咩？人孫你見講，人家牙齒碰到要搶菜，又到底乜個意思啊？就咩生意啊？可能兩個不認咩都好，5分鐘哦，就一搓牙齒一樣，10分鐘啊就一同咗一擺呢。實在韓文咩生意哦？我就想哦，下去沒辦法，我就想一句話妒忌啊，嘿嘿，排泄哈孫啊，我根本日冇識搶菜，錯，根本日冇識。該就係做乜意思呢？結束就來到你啦。係咩？我點解想哦？冇想一鋪嚟自己做唔得啊！我係想到咧，有一句話講哦，以其人之徒，還治其人之身。神講神呀，我一看到我孫嘅時間，人牙齒碰到要搶菜，哈哈，我要把看得樣誒啊！你講什麼？我真係日本人。公公，來喲來喲，來買松頂手工精選純天然嘅花草茶，用乾呢本你心肝把開，用片呢本你以好精神哦，用鬆嘅本你調拿清楚，開屁悠好再掉。各位鄉親父老姊妹大家好。兩條花草莫簡單，雜雜有料好，果皮可以先投，兩花片花對味一點好，兩買小花紀念吃感冒，安天先生就愛兩心意草，兩就係政壇直播鮮好草，新年的四季調拿好，小子四季皮膚白槍唔驚落。老人家自己強身健體，就像後生的阿哥，講唔聽，好處都有多來，多有多。見講哦，就本你屁數誒，買全部去真個，兩皮本你好，來買哦，來買哦。停下土，寬下貨，冰下路，寬下坡，有教育，有傳奇，有沒落，有獻祭，寬一下，風蘭里的鎮下，地界面馬街屁亂事，一寬就地，黑馬啥，拆睇寡婦嘅門旗，
环保，天下太公保，自由平等保，共同富不保。哎，环保。老人家，总唔得各行的啊，各行哦，太多人就麻烦嘞。也有些嘛啥，哪位出来说咧？马街那位出来说，来走就来到，来做嘛解啊？卖花草菜啊。你敢唔知哪位有人啊？马街呢？点解？今年嘅面头前啊，两位啊，去年起事就爆发来咧。哎呦，老太哥啊，你讲话要小心点呢，你又唔会判错嘅，你讲爆就爆哦。13年用啊，将来你嘅地盘还唔公理哦。那位係你嘅地盤啊？就係也去蔬菜啊，就係挨發起嘅蔬菜。哎呦，阿妹愛你啊，花錢就歸你啊，今年用咩去？只有工廠花嘅地盤去哦。你唔好假講，也去地方就係挨嘅。你冇現在動翻嘅法哦，有錢賠嘛？你係講動快係啊？細個一條嘅啊？生意嚟咯。細個幾片啊？這片係公共騙手呢。這麼懂好咩？你買花草誒，分享嘅啊？給你用這片買哦。你去咧？改咗冇去，改咗冇去曬。你請好老愛曬下飛哦。先佔先養。哼，用嘅啊，愛出份你就來啊呢。愛錢你就來咧。愛去年就啲要賣報紙咧。好啊，今年還用嘅講吼，來公泰大同山過台灣，就這倆賣花草茶咧。愛賣報係政府許可嘅。愛賣花草茶沒有牌照嘅。愛賣報紙，形容人地地天下大事情。愛賣花草茶沒有以人身心靈嘅功效。你唔好按好賭場，夾曬。我就冇愛曬。根本你唔使，天公你愛曬哦。我根本你天公人向你就冇愛曬。係唔係死都唔使啊？我就冇愛曬。我就看你使啊唔使。你唔靠嗰種過來了。我就愛kend都起的，你差按多。環保，天下太公保，自由平等保，共享父母保。來喲，來買雙頂手工精選純天然嘅花草茶，用看呢本你心肝哇開，用片嘅本你有好精神哦，用送嘅本你條拿清楚，開片又有好嘴掉。環保，內容精彩豐富。色彩好看哦！這花草茶都有了好，姊妹盤打嘴鼓，泡一壺花草茶。來看，姊妹盤打嘴鼓，河北亂傳話，思維越臭越大哦。秋色蜜用自最早，愛講了後算了你來起飛喲。泡上一壺花草茶，心情舒爽，精神亦好喲。來看，後生男來指揮，優雅來條高見女。你向前扶路大家好。誰人看了家嘅報，何為上大喲？看了違法小報紙，好嘅唔好，壞嘅全送背。唱到一馬雞不打不起啊！你用唱你嘅爛法爛錯咯？我嘅嘴上山係屁講下背，我用嚟唱就用嚟唱啊！街上啲喵咪下背啊！就看你對呢，你用咩罵你呢？你俩槍，唔再個講語槍悠悠嘅草，香噴噴嘅花草泡茶，身體空間呐，哎呦！來看，無線嘅成年人，無線嘅食品，特怪春年，增加分母親啊！純天然嘅花草茶。1包20，3包50，
3包50哦。哎，来看，有心茶包，咱花咱草，聊聊讲下，那个食过会无命哦。哎，卖不贵啊！你马啥哎呀？你老马啥讲法？爱老你讲法。老爱讲法，按用太细上哦，按细事啊，比你阿爸还爱睇你哦。你唔好加讲法了啊！你家下讲，记在报纸上有违法审理你，拿咱花咱草，念过失，做假货，正经有暗用嘅事情，系嘛？还有解咩？拿了，看了。喂，电视台台长看报都还爱本钱呢，你系嘛解你啊？你唔就系卖报纸嘅吗？你还系一个疗法一错呢？我根本你就爱买你啲报纸。我就唔爱本啦，本爱钱，我咪唔爱买。好啊，还唔买我啊？2、3年哦，是菜哦。哎，看报，连下太空报，共送父母报，看报。老太呀，我爱买报纸，你爱买解报啊？我睇下我。咱花咱草嘅意思哦。我就爱买你啲报纸啊。我就唔爱买你啊。好啊，你唔爱买我哦，今年哦，你爱开一条嘅啊。你开眼掉的啊，我讲你上来哦。嘿，我想你哦，我想我嘅花草茶啦，赶价来买，顺天然嘅花草茶，顺天然嘅花草茶哦。看报，天然花草茶诶，看报，天然花草茶哦，莫买，天然花草茶诶，莫买，天然花草茶诶，莫买。赶价来买，手工新鲜，纯天然嘅花草茶，纯天然嘅花草茶用唔起呢咯，我舔你啦，细口嘅白书啊，用办讲，冇你咧吓。你有你，用咩唔记白书嘅？一下幾多點咧啊？哎呦，时间很早咧，很黑，做事情嘅时间。好咧嗱，我習慣啦，搶水姜成嘅，年咩唔炒咧，天色咩唔做咧，我向屋下走了，還唔愛留唔賺了。哦，你要走咧啊？老人家，行看慢啲嘅哈，唔好跌進豬卵去哈。你安心，冇事情去你屋下做乜計啊？哎，你張大豬卵呢？你啊小貨，我看你啊，一年咩唔買出一包，按用啦，我留你買2包。好啊，既然愛買嘅花草茶，好啊，別啥買哦，3包50啊，買你哦60就好咧。馬雞起價咧哦，你愛買啊唔買？冇愛買哦，我走了。買。啊，你愛買啊？哎嗱，本你哈，多加一些咧，本你咧哈，冇半斤，你有8兩嘅，很正經的咩？還有假嗎？本用嘅啊，按住些嚇。哎，你還蠻本愛錢呢？嚇，行我錢哦。你又唔會送人嘅？按用啦，按本你套報紙哦，你轉去好進掉嘅啊。哦，過了幾半年，你就要拿報紙翻我嘅花草茶。嘅唔懂好咩？顏料啥都開種嘅咧。不過你啲報紙真是恩怨呢，就連啲師傅也唔拿呢。你用嘅按你講哦，嘅報紙你報啊，冇聽錯，乜嘅時間就停刊了呢。我呀，呢個本年啊，又太卡死咧。哦，你看你2、3年哦，食菜哦，罕見哦。係唔係留你學嘅？轉啦！做乜嘅啊？如果你記在報紙上哦，有乜嘅違法審理你，拿咱花咱草，念過失，點解咯？係因為錢唔到咯？
係咩？這個情況看嚟啊！冇啊，佢電動那邊啊。聽講啊，喊你去就等咧。哦，原來你也有同我嘅買賣未費啊未呵？你咪強用咩挨嘅啊？挨啊，用係非法射波啊！哼，結果哦，我根本你拄到你哦，正經喺度水到塌塌咯。給你天公你就唔好再過來啊！我用咩唔來喏？嚇，你行外來哦？我天公你準時來。好，佢講聽錯咯，天公你冇見到就冇走哦。好啊，天公你準時，弟弟啊，今日都見面哈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帶啲愛行好冇？欠你哦。誒，人講啊，大海情話係愛啊，原諒啥曹閨女嘅，還蠻皮用出感情嘅冇。討厭哦，要食菜哦。誒，好了，誒，寬寶，寬寶，誒，寬寶，寬寶，寬一個賣花草嘅後生人，照顧一個老嬤嬤，好心有好報，一寬就地，寬寶，寬寶。商人喺我輩擺攤做生意，除咗用現賣商來寫嘅，還需要一類好蔬菜，有好蔬菜來現賣，就做得有好生意啊！唔就講錯冇啊？講到呀鐵盤啊，人哋有黏黏嘅鐵盤，就係呀天師強嘅啦。啲呀鐵盤地度咩？你條下熱公公，所有嘅演員使出一身嘅好本領，三萬演出，就係希望本太子家歡笑聲。故所我記得哦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準時收看，捱到嘅熱條下熱公公。